对啊，书啊，书啊，概用，即自心中无悔，即自心中无悔，无恶，无恶，无嫉妒，无嫉妒，无贪心，无贪心，无劫害，无劫害，名盖用，第二，应用，即道诸善恶境界，即道诸善恶境界，经常，自心不乱，自心不乱，名定用，名定用。因为即摆即是讲咱内心世界，是咱讲到迄个讲，迄个拍，当然即个拍毋是外口拍，即个拍是对咱内心世界，迄个自尊、心啊、心相、心就是讲，互咱的内心世界拍，互咱的内心世界是善，互咱的内心世界是叫，互咱的内心世界叫歹，安尼叫拍。啊，若咱的内心世界恶，咱的内心世界有不善，那安尼叫做无拍啊嘛，对不对吼？所以因为即个拍，毋是讲有意的拍，即个拍就是讲你内心世界会当去提升，内心世界无结歹，所以内分虚啦吼，虚就是讲你爱内分你内心世界即个物件。但是做事就讲到即个五界中，五用啦吼，这个界中，自心中无悔无恶无嫉妒无贪心无劫害，是界中。懂我就想讲，咱内心世界上爱讲啥，就这个事，上爱修的就是这个事。有影哦，咱修有的这个是50年，修30年，修到袂到手的人，来办到嘛。因为那个人来去失意的时阵，人来去无明的时阵，什么规律讲会出来，什么代志人拢做不出来。因为伊无这个感，无感觉，我都自己控制人。我来讲一个事情，我了解大家的天啊！你是一个人就好些，但是有一天去银行、去路地啊吼，你去领钱，你去领钱，但是过去拢会先去你出发了去路地，这个来写对不对吼？来写，写你人当领就领出。但是当中的这个路地开始改善，讲你改写，但是因为你若袂晓写对来写，你的边仔有难，无外来写，路地这块就来写，因为可能过去到发生着一寡可能无会来写啊。所以呢，我这个道歉，因为伊听着就讲改写，伊就体谅我很条，伊就讲你是阮请，阮请你来创啊，你若毋做，无你来。你若写这个来，你等，这个讲就歹听对不对？但是这是咱规定，咱的规定，因为出问题是人负责。当然，这个规定出问题，这是因为咱银行底层引起。但是你可能讲毋做，你叫尤其咱查起来就是收到请考，20年前不讲，但是我相信，那安尼当中。咱就可以用的。那顺势这样可以会员呢，按你的财力，甚至讲别人是一个问题，后边这个生，因为一般的咱就讲大家收入差不多，但是总是在收到的这当中一定提升，这是事实。但是我这块讲就讲，因为咱面对的代志以后，咱惊一个啥物件，咱惊控制不好。你若咱家己对收到这个生活需要，因为讲改，你家己对改这个概念用中度，所以我就会讲啦，鸿飞之恶，黄飞之恶吼，鸿飞之恶就叫做改，因为咱就是这个心，咱这个心就是小粗呀，你进来了，咱这个心做粗呀，咱这个心都无心嘞。换一个是，咱这个心拄着心紧了，咱就生心嘞。所以我较早捌讲过去，咱美国一个天学家，好用一个大鱼竿吼，咱讲过去，咱现在比如来讲，用一个大鱼竿吼。当然，中吼，这个叫做道理，
刷牙哦，这边刷牙哦，这边刷牙，啊这边关键。哦，这个玻璃看看，但是伊刷牙是食伊对不对？总之伊咧看到伊就是要做出来，就是规个长的。但做不到做不到这个总是不会对，因为伊玻璃靠边的做法，伊不快，但是伊不发挥，你靠边，但是因为伊的力量对，因为玻璃，因为伊给的这当中地方比较高，所以看到了伊这刷牙这性啊，伊这性就是强烈啊，这性的强烈。看到伊本来350落来，但是弄分，弄不对，对不对？但是弄出来，明明问题都不是安尼，但是因为伊心安尼尊义是足强哦，要食这小的信念。当伊1个月、2个月、3个月弄到下刷牙，已经家己迄个信念，而这接受了对人讲，感觉。安那个我是不好，安那个我是不好。弄到未来当中呢，这个刷牙这个恶性，伊就变成啊，变成性性。所以啊，这个玻璃要去掉。啊，玻璃要去掉，这个一样的移过来，啊，这个一样移过来。所以伊就叫做融合，伊叫做融合哈，融合了哈，融合的。只要融合，当然是那个是那种这个。啊，这个玻璃就是在这个感，哦，这个感，哦，本来就敏感，是安怎爱感？是安怎感？因为这个刷牙，因为本身的性，就是说明我透过这个玻璃，安尼连性，你安怎伊嘛就是。但是咧，变生活过来底当中，咱过去，你跟咱大来熟悉。咱的知识，个人的成长无相像，所以就会讲基础啊成本线，成本线了后来到这个过去，伊80年代的知识，来到现在这个熟悉，来到这个成本线了后来变成知识，那变成个性，所以个性要变成改变，不是改变，所以你一定要接着啊，接着改，接着这个改。但是这个改，就是哪？就是互咱培养这个心，培养这个心，就是哪？互为知觉。因为我讲我来比如，给哦，那比如我若有想的，我若有靠脑经过这个改，然后经过这个改，好，我只能讲到。我是马上讲的，我是马上讲起。好，写得好，因为我肯定环境的一个人，咱不能讲我们当讲，当然讲我们当讲，当然讲比如我们当讲。但是因为经过我思考了后，我是想到了后，经过这个是价值，所以我经过这个改了啦，改了分，改了酒，好，改了冰，但是。迄个改就是不要改一点，内心世界，咱的内心世界，咱的内心世界，咱来跟提了一个用，这个改的用，改过来的用的，哦，这个用改就是一定对你内心世界，我袂使，对吗？分开改，有手开改，有手开改，其实。然后来用的改，然后来用的改，啊，然后所以你咱修行过来对个，来做个改用，即自心中的无为无我，无执着，自心中无为，咱的自心中它是归，咱的归就是归嘛，咱是归结果，哦。咱是如此，所以人这个世界的地方，哪个都会思想，按那个法。所以说，天堂不如是啊，凡也主要是用主要这个法律。本来我来讲，用你的心去来去，伊若彼此
心还没关系，咱这个心还没关系，无关系。所以你咧尤其你有的心表明，互你有归，你是自心但无恶，你自心中无执道，无执道，而且唔简单嘅，唔简单。咱虽然讲咧看练吼，真正要有这个嘛，真正要有。我想讲，你若有对你家己下定脚，咱听道理，咱是听听的。咱内心世界若真正无下定决心，你内心世界迄个走袂出来，人走袂出来，你无法度去，你无法度控制你家己。所以我就讲，是安怎叫你去做起来，叫你会晓讲。你嘛是个性清楚，但是伊若创是你变会头你听，你跟变会头，当伊变会头，你也不知对啊？你变啊，参会啊，对不对？一定无法度。我说这就是咱家的。过去，咱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啊讲，一对阿公，按传统去美国，比如从啊，美国签合啦，美国是签证无的，你有咱无年签证，你5年来咱出去，但是你每年来都遗传，因这传体，啊嘛传太大，啊传低，啊起码咱不用那个，就等来是说，中国大陆。但是因为你知影美国迄是一个恐怖国家的攻击对象，当然印尼人就伊个地方，迄真正讲一个较较合来讲，你嘛较反对啦吼。真正昆刀枪，天刀枪，啊你枪下来，当初反对的时候就来枪掉，伊然后，因为你无注意到比较有嘢来讲，所以迄个中国大陆。年轻人，年轻气候嘛，一个小无啥爽快，你知道无？无啥爽快，伊变到已经了后接嘞，伊嘛，伊个心情咧变啥？但是空中现象大伊超过是空中现象的人家强，这样比较好，就华夏的开的空中现象，做华夏的样，那空现象听有听无听无？但是你讲听迄个面相伊看无，当然就看法。你讲听迄个面相伊当然看。但是你讲用英文甲回答伊嘛听无，啊语言又大声，所以伊来回忆啦，我们对不对？当然现在叫地警察个，迄地前警察3、4个，拢叫较大，拢叫较大风，清早、手头早，对人去拍。先生已经回返航空归安好，我请你下去。哇，枪热！哦，那个年轻人听到，一知影大代志大条了。伊讲，我安尼回世界观叫做听，回世界观肯定无大。伊讲，这个飞机一经你若无请过来，这个飞机从你不会对。所以你那回，那回嘛不高，甚至一般情况，你今日大家讲，你美国求婚中国大陆人，伊咧讲这个是让你借着因中国大陆人都一条，但是这项美国甲求中国大陆求你有这个关系，因为这是针对你今日对空安的问题的处理，强调，因为今日在空先者。你下去解决一点钟是叫做中国大陆，但是伊个是看生命较歹，迄个事情较歹，啊看到你个当中，你就能够讲，迄个已经，迄个飞我大细细咧拍咧对面拍，敢若要飞到哪？那么伊甲请，啊你请落去，伊唔会袂使，含太太个，含个囝含来个，为来为因的家庭过来，过了后伊就较希望回去啊。因为伊无当嘅迄个啦，中国人迄个美国嘅产品啊促销掉，伊个另外迄个买机票接来来，安尼，你讲看，安尼损失有多大？所以我就是讲，咱一个人，迄个家己控制，你控制你家己嘅情绪，所以因为咱讲啦，咱一个地位，咱一个迄个
咱一个心若无去，咱产生一种的讲，迄个起来，迄后当对哪烧啦？你心里讲就咁嘅想法，所以真正来讲，无讲是真个无质量，太容易无质量，无贪心，无结爱，无结爱，无贪心。咱讲一句话啦，心所作，无缘贪心起，拢是来自于心所作所为，拢来自无缘贪心起。所以贪心起就是你咧心中的三宝，但是你会把你心中的三宝内底当中，连啊，控制好些，连啊控制好些。就我之前讲，这只酸又暴怒，又贪怒，又轻怒，又轻怒，又但是非常非常。一贪的这个是气，发脾气，气无气，就不改了。所以伊当然伊喺到位着，因为这个改了后当中，互伊迄个心慢慢转来模式，所以呢，这叫做改革了。第二叫做定向，即道诸恶邪恶境，邪恶境境白，自心不乱，名为定。定，这定就是不乱的意思。所以这个定。那你迄个印度的叫做想咱学会较讲的伊印度叫做想，所以咱中国叫做想定其实想是印度的，这叫做法医这个法医啦你咧中国叫做定这叫做定那这个定的功夫就是即道的看到诸邪恶境。你看到一切邪恶，自心不乱，是安怎样？咱看到一切诸邪恶境，这个邪恶境这叫做境，这叫做凡境，咱叫做境。但是你境当中这一个心你心你看到境，你攀岩嘛，攀岩对这个境你的心就乱嘛。是无？伊会讲，我看到了后，我看到善，我心我看到恶，我心会生气，就叫做境攀境。但是你看到善也好，看到恶也好，但是你心怀就是乱嘛，你心是嘛是乱，对不对？迄个乱换者解释叫做分别，换者解释叫做分别。因为你看到了后，它是有分别，其实。迄种叫做实心的看，迄种叫做分心。所以定就是就是叫你生定起来。咱无会是讲，咱一杯水，一杯落水，你若一开就一开，迄杯水愈热啦，会愈深啦。但是你杯落水，你若下啦，水若定啦，清啦，迄杯水会清起来。当然会沉的往下沉，但是呢，一个人你若愈念的时阵你的心愈袂静愈乱会愈念会太人的放过今日电视有看到刚你对分人的对所在，过年当中因一个有老婆的囝，等头的囝就来，要甲人的讨钱，讲人的无公平，坐飞机大家看，人我伫咧迄个有过年当中除夕夜我伫咧迄个除夕夜当中，我去我快，小心对个，小心来，伊小心你马路安尼，了有你来今日正式死命定个，死刑定个，死命定个就讲一定死刑因为你今日改。唯有就是总统决想，无一定无可能，因去了非常的有智慧术的，当中非常的上手到可能，无定然是个来代表。这我想无，各位可以讲出来伊讲伊无离婚，伊拍死伊烧死伊老母老爸，烧死伊兄，伊欠人，烧死人。
伊家己有问题。所以呢，高等法院我都当看见，伊即个人因为使留即个世界，是必然就跟我差别了。其实即个地方大了，好，你想拍视频啥啲啦，迄种实在在那拍掉了，迄种video在迄种袂当啦。对我老是年轻，咱台湾是啥？是一个法律嘛，也是一个是一个人事地理嘛。所以因为咧讲白啲只个叫做点，到底对着一个代志当中，人来个代表，安尼你看到了后，实际袂爽快，但袂爽快，咱就开始要了嘛，对不对？你只靠自己你是靠自己对不对？所以这方面的存在类，他们理解的方面，你是靠自己的存在类，他们有优势。想要讲，因为两个人啦，这两个的代志啊，你理解是不是个代志？你知道吗？拢以前是拥有空间的两空间，组成了，然后很多的所以咱今日就是讲，咱学到。你道的这个道的，你看到了善恶这个景象，但是这个做得好，咱做单咱无环境来出来的，无环境来出来的，无环境来出来的，其实这落去来讲，因为你的心动了，你先，因为你的心的稳。一识就是讲目标，识就是一个筹码，识就是讲艺术嘛。因为伊分辨，伊的质量嘛，伊分辨伊的质量嘛。伊的讲话，伊的识伊的教，识就是安尼嘛，一直计较，一直比较，一直唔甘嘛，一直未接受嘛。你一直唔甘，一直未接受，这个心理方面，我没想到一直来。你哋呢？你讲叫我怎样？你讲奥山姐，你讲安怎？这唔是，这就简单，这是个当地的情况嘅。你无一个，我即唔是讲政治啦，我即嘛是做生意啦。那你都要做，所以大家没买嘛。有些喊回到那个高雄去这些请家里方面呢。有一个我上过，或者是大妈，然后厉害的一个学生啊，做个学生啊，刚厉害的新鲜点的那个，唔知安怎的，我量你这个第四公分，电那个电视电台，甚至个时阵手机啊落起考起了后，韩国这个韩国语，这边啊是这阿爸这错，咱一个做囡仔，高中生的做囡仔，而且还没敢做，无支持韩国语的迄个电视品牌啦这个是有点物件。因为你这个建立的这当中，你可以控制你的事，他搞什么事情？伊虽然讲伊在讲话，但是我想对韩国语有加分。我这是一个讲政治，我想伊既然啊爱你的韩文啦韩国语，其实伊应该是爱保持韩国，不是说刻板韩国语的形象。但是在道理里，我看你这样，你怎么好啊？你是不是这样吗？咱是这样。无下个我艺术，你也是对的。当然是嘛，对是变得过来啦。但是下个艺术，你又感觉像暗爽对啦，你个暗爽对啦，其实两个嘛对啦。所以来讲，你看到，你爱，你无爱，先是你爱，你无爱嘛，这个影响嘛是环境的影响，但是你也是不咯。这个这是不是一个他不是他这个物件，这平等心理心无件。那我读书过来就平等嘛，你看到什么你心无乱嘛，
啊，叫做你我哋想讲你师傅啦，叫做有经验嘛。你安尼执着伊，我爱什么人，我爱对这种，我爱对这种。啊，其实人对这种跟这种很有关系。你讲听唔到？其实咱人吼，足奇怪，两个兄弟，一个支持国民党，一个支持民党。这边也是讲，两间厝做伙，老爸去民主，讲这间小弟也是民党，啊，大汉也是国民党。啊，两个兄弟为着啦，党袂好势，我两兄弟，我是在学嘅两兄弟，我是在袂好势。啊，人哋民主党有哪好呢？我唔係講你交什麼好呢？冇什麼好呢，但是你是為着這個物件來的，人哋驚你到底袂好勢，這是話咩呢？所以這個思想與觀念的問題，我想在這裡簡單講。好，這個什麼啊？這個黃偉哲，好，以及民道的。啊，有些人呢，黃偉哲先話，這支持國民黨。伊雖然咱問對了，但是伊為這種想法偏激啊，伊無應該偏激。所以我是講，伊咱一個人，你要真正，咱若做咧甲伊講，咱咧聽經，就咧甲伊講，你定了是這個感覺。好，你這個心要定了，你這個感覺。你这感觉，你这感觉来面，你这感觉控制不住。我来这里简单比，这个人吼，你了后这只鱼仔会定来，这个你甲定了。好，你甲定了，嘛，我是唔这样，愈用愈食啊，伊才定了。啊，但是因为你这个当中是个改变，你这个当中是个改变。你要和这只鱼仔丢了，你要这个骗人，你手的毛病。那你讲为什么？讲不到一下。啊，你今日修到就是哪？咱落实，咱来改，咱来改。咱改对，改起咱讲话听咧，但是咱是很内心，那叫做虚嘛，温嘛，虚就是讲你内心世界一直咧温柔嘛，熏香嘛。和你内心世界的光明嘛，熏香就和你内心世界的光明嘛，所以就叫做点灯哦。所以这道前方注定清楚了，这两点灯。接下来第三点哦，回乡。回乡。自信无碍。自信无碍。相依地位。相依地位。关照诸贤。关照诸贤。不者诸恶。不者诸恶。虽修众贤，心不执着，敬上良下，敬上良下，敬率和平，敬率和平，免回乡，四点，该发扬，即自心无所攀岩，不是即自心无所攀岩，不属仙。不属仙，不属恶，主宰无碍，主宰无碍，免该发扬，免该发扬。因为了地点功夫，就是讲你已经改功夫了。第二，功夫已经地点功夫已经了，即个第三点就走出来。这讲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讲你内心世界已经出来。好，你的内心，你已经走到第三点。就是你心已经开始光明起来，对这做错呀，进到定，对定了开始生到定出来，生光明啊。所以呢，为了这个规就是讲成定，所以来做来就是转成定，好转世成智，心定就是讲定，这个定规已经出来，所以主心无碍，到这个当中，你的主心。所以该就是讲有做法，该就是讲大家。好，咱来讲出话，足好听的话，别买的，你的心别买，迄嘛是该。咱来讲出你无听，你无欢喜的，你的心别该的，你的心别该。所以
都来讲，我听都来讲，是安怎讲？我讲一个事实吼，有一个朋友，咱来是恶心啦，那恶心是真好，恶心真好。我嘛把事实讲出来了，我是讲出来了后，因为安心吼，这个恶心嘛真正是有好的。然后有一个朋友，伊做事情唔对，啊唔对了后，我嘛无爱去甲讲，我对咱讲，我你讲，这是有他来改变。但是，伊听到咱太太讲过，伊来到我要来讲一个，我要讲一个事啊，我要做，我安怎做？过去咱认同甲批评做法，但是一句话以下，我要听，伊就要来我死，伊就来做。咱人好取教我，迄个就来，甲你改变啦，安尼敢听？啊！你咱的心，咱的心啊吼，咱这个心世界，咱就该，哪不该人来手？我的心，哪不该人来手啦？好，真正，啊，叫做改。但嘛听好听，啊，听好听嘛是改，听歹听，听无好听嘛是改。但是真正要救伊个啦，啊，你讲真心，但你真心话，我接受无，唔是安尼就是。真正要治你的病，就用迄个苦苦到什么病？真下欢喜人想要做个表白，表白是4万块呢。做表白咧到底吼，他唔敢了呢。做咧到底那边规个系统都死了呢，一支4万块表白。做咧到底他唔了，做咧到底规身来了，你想要做？开下些钱。因为你知影你有感情，我无做这个一定我会死，但是我做这个我阿都有机会希望。因为讲，因为你面对死亡的时阵，你无接受这个歹你个大事，啊无你平常可能你会主要，但是我看到你主要不重要，但是迄个是叫做结果，啊结果就是治病嘛，咁是安尼。但是因为你的对，咱拢知内，咱拢知身体的结果，咱唔知内心的结果。当然，咱的内心的结果嘛，是咱修到一定要甲咱教育，因为是要互你会当真正等于迄个世界，会当改变。你去到迄个世界，会当改变。你等于迄个世界，你袂落去就落去痛，袂安。所以这个，你这个世界会当一直来改变。哎，是唔该修，你我甲你念达是唔对的，我甲你教育，你对放你个儿子你是对的。我请就先规个会看见人安怎，你是规个我会做，我不讲，我要讲这个事，我不来。你有冇看过？你讲咧到底讲这个世界，讲这世界嘅，也是到无怪。但是讲道心的心啊。所以自心如来，简单，上以地位观教自性，上以地位观教自性，我个人这个内容内观世界，心经来讲，观自在菩萨，言清不借道就是教言我在观自在。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内观这个观唔是看，你有看到你这个自在菩萨，看到自在，内观到世界，你迄个你就自在。所以咱叫做观依道，但是你上地位观照自性。自在这菩萨这个自性，咱这个自性，所以菩提萨埵叫做菩萨，菩萨因为讲到咱的自性，我想讲，咱不该改变，真正来看你的改变，你需要先知安怎？你看你需要先怎？你看你心，有定见的。咱
咱的心咱的心的性，心创造，咱的心真正会翻修出来。咱几十年来，真正是真嘅。咱无拄着代志，咱顺对不对？但是当拄着代志，咱面对着顺境，你肯定有看到你家己应该是生活，这是真严重的代志。但是我想讲，咱的地位高，肯定看家己看对不对？咱地位可以看咱的地位可，咱的地位若无可，看家己看唔对；咱的地位若无可，都看别人唔对，这个就是。咱的地位若无可，看家己，拢看家己唔对，这个就是地位。你看到你家己唔对了后，你甲我改善，你甲我改变，你甲我成就，你就是成就。但是你今日家己内心世界看不到内底当中，你也要互知识甲你操控，你要知识甲你操控。但是讲现在讲心不如己，你心是咱无是咱这个心的按照的存在模式一定无不如己，是这个人来操控，是咱这个这个心来操控，这个知识来操控，心来操控，这个是。对吧？对吧？这个叫做分别意识，分别意识。所以我们的老辈人讲，有一练就那些要识得这个分别意识。但是呢，用知识来看家己，因为知识来看家己挺好。完全就是讲唔对是法，唔对就是法。用智慧看，唔对就是法，这个你很了解。所以这个当中呢，不择手段，因为你已经了解，你把你的你必须不择手段的。